看喂 live 有開哦嚇。我拿 check 咧 YouTube。應該是有啊嗬，你有開啊，你看到你甲我講者，感謝。OK，哎呦，未記點掉。有啦，看我 live 啊。OK，要調兩等啫，精彩。OK，有我冚落試下先。各位聽眾，佢再歡迎來對嚟邊嚟學見嘅節目。一個禮拜我人會講幾個故事，我人嘅特別嘉賓就是咱又未記幫幾個聲了喂我嘅特別嘉賓到底 YouTube 到底 Club Google Meet 有嘢是老椒阿涵歡迎 Hello， 大家好。道嘅老椒歡迎大家好。個老椒真久冇對嚟米歡迎你 mute 掉mute 掉大家好。個老椒好鳥阿龍歡迎你講我是鬼驚咯個係全部轉咗就到底 Clubhouse 嘅 YouTube 嘅聲冇轉個老椒英國中歡迎嗨，大家好。一單調啫，所以伊講 intro 咧是mute埋一個主角我知，是唔是？แล้วก็วังจะเขา講幾個數誒，有個準歡迎老椒啊，有個準歡迎，有個準後尾係咪山坑咧、山巴咧？你 mute 掉還是？你 mute 掉啊，冇聲喎。อันนั้น冇聲係有個準我講話冇啊冇聲喎。mute 我講 mute 有個陣都 test 看你聲，我當去介紹 Clubhouse 嘅人先 ，Clubhouse 嘅嚟朋友都有阿蕉歡迎。大家好，我是阿蕉。個南西神婆，南西。個半減啲。我哋做了好耐。哇！แล้วก็歡迎朋友嘅แล้ว就啲 Clubhouse 嚟住啦。有時เรา興趣ไป講幾個數，ไป學邊啲學緊落音，咪使起手起來大頂嘅話，冇上 moderator， 或冇上嘅水感，車水感嘅。我唔係錄佢。我嘅但偷佢買個 like 就錄佢。我奇怪點解冇人輕調嘅？就冇聲佢就頭，我錄佢喂你。所以我打冇聽到啊？係咩嘅？所以我打冇聽到。對啊，打冇聽到。OK，當今我看 live chat YouTube 嗰邊有唔知唔知 YouTube 嗰邊嘅人會看到，即係 live chat 當然是 chat 先唔知會看到，我真冇看到呢。maybe 到幾日你使去嗰邊電話
I mean chat 嚟講特別物件佢要出來嗰啲聲。哇，你看到無？我 OK，感謝。make sure 我是 make sure that 我係看到。OK， 來，這個禮拜咱講一堆，幾個事會睇下一人，幾個事講到啲 ，I think 係我 B 咧，估無對啦，我 B 有幾個事咁講我 B， 你唔 mute 掉個咪？冇告訴，但係佢未必亂講嘅。mute key 啊個，是 memory jog 啊。了就是人嘅這禮拜就是人幾個事我知，只看到是有啦，只看有個準聲冇有個準。一個啲做咗system 個冇聲冇聲，係咪數啊？誒，你嘅 mic show 掉，你 mute 掉，你嘅 clubhouse I mean not clubhouse， 你嘅 Google Meet 是 show 你 mute 掉 now。你嘅 app 會去看，你 unmute 咗。看看你 unmute 咯，等我要做咩我要做咩？我未記啊！放緊我是要做咩？講個數。冇，我要做咩嘅？幾個數 ？Yes， 特別我做咗咩嘅？我未記我做咩啊？我已經 reconnect 啲嚟看，是我未記我要做咩嘅？直頭。誒，你搶我未啊？我搶我下。但是有啊，阿龍我都冇聲啊龍。人家啦問未記 mute 啊？有，台灣有搶啊。OK， 哎呀，我到底叫我 live，OK， 所以我佢看到我特別嘅變名。冇幾個數啊，了 OK， 感謝收聽人幾個數隻 episode 只快樂分鐘呢。我想講，我等做單㗎叫世界。金蕉嘅巴，對嚟啊！金蕉有大啲啊，金蕉。大 clubhouse， 一啲 clubhouse。哦，等我俾對樣，等我看下。clubhouse 本時會起嚟講嘅。等我 clubhouse 去對樣。你面接嚟 Google 咧，你啲 clubhouse 佢哋你多謝啊！直頭講。咩啊？多謝。Kimberly。我聽到你啦，有個轉。哎呀 ，sorry， 叫阿偉講啊。follow OK 我對，然後這個呢另外這個真水什麼？應該早已啦，新來。我冇啲 clubhouse 對。一冇啲。哦，特別我看 maybe 伊 followers 是，這個新 IG 啊，這個啊。對。OK 我 follow。對。OK，然後OK 即有個準對嚟喎，有個準。我，啊即當我冇聲哈，奇怪。唔知喂，laptop 冇聲，我用隻 earphone laptop 聽冇嘅。哦，當然會喎，你再用電話。電話。哦 ，OK， 嚟，錄幾個數講，你就借幾個數啊？唔我想下先。OK， 即 brand 嗰個係新人哦，新人，這個我唔捌看過一面。哦，啊是這個，啊是伊這名咩哈？這是唔是咧？這個大卡吹？是唔是大卡吹 ？Brenda，你是誰？Hello，唔是啦，我是新疆來。OK， 你卡吹大。喂，你話名咩？你話名咩？我。茶米粉有人名有啊，新加坡茶米粉。等你下，咁先我未掉。就邊實，人會 test 看你嘅 knowledge of 白嚟邊啲學嘅嘅 guess 係咩啊？哇！你我好多想就先，我好多慢慢想，我好多點先想。OK。我但是會學每路嘅時，你有幾個數會講哦？幾個數啊？當今是幾個 topic 嘛？有啦。OK。但係 before 咱講幾個數時，我每路你按照隨便邊啲學嘅呢？我是我翁介紹我聽嘅，我聽着我也是聽幾個數嘅。所以你翁介紹你翁捌起來過哦？唔捌起來。當今有聽到，當今。
伊無聽到，伊叫我去做啊！伊講我你是個聽幾個，去做啊，去講啊。對啊對啊。所以你聽落估啊，你聽啊，幾年落估時間，2年、3年、5年、10年。10年啦哈。10年。哇，老焦啦！啊，伊講啊，你一16開始聽啊？哦，start 在第2年，一直 start 第2年就聽，伊是邊個人哦？哦，特別啷講華語嘅，啷講 Mandarin 嘅，啷講華語嚇。人話唔講，華語唔講。哦，明白。OK， 所以是老焦聽隻歌啦，定到第2年往實入面是2006年啊，是2007嘅時聽啦，應該是往2005個 start 嘛，2007嘅時聽 OK。好。我聽，我較知。然後你想到你無叫你翁，學你這話名啊？你翁嘅了解你嘛？福建茶成個冇個嗬，法人 council naming council check 好啊 naming council 冇福建茶，福建茶冇嚇，阿三辣沙就有，咁樣福建茶。哦，by the way，咱講到阿三辣沙嗬，咱個朋友阿三辣沙本地咪 join 嘅一禮拜，特別伊甲我講 sorry，伊都好有一 commitment 咧，說伊別來，甲人講啊，叫我 send you regards 個人。咁是啊。嚇，所以伊咪我講伊都好有就 previously。previous engagement 那邊來 ，anyway， so 當今人學就是講啦，先照講咯，學先照講嘢，故意告訴個人講啫。應該點做字啊？應該點？嘅差呢邊啊？我是別人啊？學緊差？啊？即係你成日帥下阿龍阿蕉，你成。別講先，唔是別講先啊！你 audio connection 成無咪好事咧，你係咪 setting 你 equality 冇equality 成邊邊咧先？Voice isolation 咯。Oh yeah, okay, maybe because of voice isolation 你 only mic 啊，only 電話麥。我話佢 standard 啦。你話佢 standard 特別你是用你電話麥，還是你用你 system？呀，不要緊啊，亂講。OK， 你所以先招是叫做係咯，福建茶，嚇，嚟，你講你幾個數啫？我係馬大嘅衛生啦，是聽過，特別樣是 feel 到啦，因為伊是成個講伊是大叻嚟看嘛，然後樓卡樓嘅，然後係咪樓？樓卡樓嘅。哦，樓卡對啲嚇。有一間厝咧，嗬，迄一間厝，逐擺咧，嗬，人睡，迄一間厝是睡袂久嘅咯。sorry 啊，等陣啊，sorry， 拍攝差兩陣。攞嚟記 Glenda 咩啊 ？Glenda 蒙公到啲 Australia 啊。伊講你幾告訴講你接去 clubhouse， 咱拼嘅嚇，未必我拼嘅，快拼到 Glenda 蒙公OK， 我拼你接嚟去 clubhouse， 你去 clubhouse， 我就拖起來，咱看 Glenda 蒙公。OK，anyway，sorry， 你接去講，你買厝到啲 flat 裏特別到啲一啲樓嘅，托卡樓嘅。對。即我是聽我媽講嘅啦嚇，然後有一間嘅嗬，就伊睡互人咧睡袂久長嘅。然後聽人講成是有迄個物件啦。哦，即是特別唔是流浪嘅厝啦，即是白浪邊嘅厝啦，唔是流浪睡啦。反正啦。嚇。我媽，然後伊是頭是一個 family 大嘅。成日講泰國人嘅哦，whole family 啊，你看呐，然後伊拄好伊隔壁哩吼，另外一個 neighbor 嘅囡仔哩吼，逐擺哩過伊厝啦，然後迄個泰國嘅 family 叫隻囡仔入去伊厝吼，伊就買入咧。Yeah。伊是因為迄個囡仔會看到嘅，迄個囡仔本是養嘢。你迄個囡仔唔是迄個泰國人誒，伊是水厝是泰國人誒。
所以迄間厝嘅是泰國人嘅，whole family 嘅，可能咧有囡仔本嘛，了有時看到囡仔，養囡仔看到囡仔，愛甲囡仔佚佗，叫隔壁囡叫伊隔壁囡仔過去，特別隔壁囡仔係一間伊吼，伊唔敢入伊厝嘅，因為伊甲伊媽講伊看到物件。哦。了 after 迄個因為迄個囡仔咧吼是。黃本白本嘅啦，迄個囡仔迄個黃甲伊媽只識伊媽講，隻囡仔是有影是會看到迄個物件咯。哦，伊看到咩？咪不使講伊看到垃圾物件啦，伊無講人聽看到咩？伊無講，是講伊買接到對啊，就是應該是伊看到迄個物件咯。了，因為伊媽甲我講過哩吼，伊曾經佇迄個人擺厝落浪後尾遐，伊行，伊紅眼閃邊啊，了佢才行，就是講伊看到別人未看。伊幾歲嘅囡仔？伊暫時只細漢爾，伊暫時是啊個5-6歲安尼漢爾，伊嘛講。哦。了，伊就是會看到迄個物件咯，伊嘛講了so that 逐擺叫伊入樣就買入樣，了迄間厝裡 after 迄個泰國 family 睡過後裡。都無人睡啊，佢哋換人嘅啦，然後就換一班嘅印尼囝，也是一班做工嘅外勞啊，樣做工廠啦，了 company 睡學樣嘅啦，了樣睡了吼，就有一日嘅時剩一個人佇厝爾，剩一個印尼囝佇厝爾，然後紅險吼伊就。你可能唔知了，就走出來啊！學拄着迄個隔壁阿弟，甲迄個隔壁阿弟講個你啊，你可能了就出去啊！你應該是看到something咯。哦。了，接落來哈，迄個印尼囝睡過後嘛無睡啊咯，佢在換是另外一個 Christian 嘅 family 嘅時啊。是兩翁某甲一個囝咯，了吼。บัดนี้เหรอบุษ有看到迄個物件，啥有物件甲教伊個囡仔啦，應該是因為有一道嘅時吼，人叫 pastor 來 pray 互人阮咯。了因為大無久爾吼，就搬走去阮了。了 after that 上個是佫有追人阮啊，追阮是追無久了。了 after 吼過後嘅時就有人買起來啊，但比伊買起來啊哩，伊就拍掉一間房間，伊啥講？renovation 啦，了伊拍掉啦，了就 after that 就 OK 啦，迄人大家順順了，唔知是唔是 because of 伊拍掉了，吼伊人講無相記了，就迄個物件無去，是安怎啦？哦。特別你會買人，你會厝內人個大邊個？我。哇 ，still 啊？我 still 大家興。特別你講 renovation 嗰一下，變做成個無聽講有蝦米事嘅啦，當然。無咧，無聽有咩事啊。特別唔知啦，有時是有個人會拄着，了有個人未拄着安尼款咯。你家己有感覺到過咧？唔捌。家己捌拄過。唔捌，特別我是真正喜歡看鬼嘅戲啦，了真喜歡聽鬼故事嘅嘛。我逐擺講嘅道理吼，我聽鬼故事我會愛聽。你會曉驚？你會曉驚？無咯，唔知是唔是看個爸戲，看個爸。對。我曾經我甲我翁拍拖時，曾經因為伊逐擺電影咧，暑假七月啊，還是清明嘅時就做鬼嘅戲嘅嘛。逐擺，了我曾經吼。一日內面看3出3出。你甲你翁兩人本暑假啦，變做成個做隻鬥一定咯。暑假頭像我暑假嘅，我暑假咧，我帶伊去看。你是唔是啲看鬼嘅戲是捌到嘢拍拖？我是讀college 是捌到嘅，讀捌嘅。你頂頭接落來就知伊是甲鬼嘅物件未？無，唔知。哦。伊本無 purposely 去聽鬼嘅物件，是我是真正暑假誒，古幫講買DVD 啊，你知捌杜芬機爾坐嘛 DVD， 迄個長 DVD， 買去買，阮是買規大堆咧鬼嘅，然後有一道我鬼嘅戲啊了對啊。
就是啦，我過嚟我厝嘅時，伊開我老嘅，你對唔對？咁啦，故意告訴你看你而家你要看見如果想法看，你把你故意告訴有你們講你家己自然親身看到嘛，你使聽到呀，然後尤其是講到底邊嘅道路，你使去聽看甲我講者，然後當然要個準咧，要個準，我想到故意告訴要個準。Hello，哇！你大聲，佢 clock 上面。唔知聽到？當然聽到啦。但係你咪當到上面就當然冇啊。當然個，你當到咪是嗱你講。你冇時候應該到底電話，你冇 video 是唔是？冇開 video 啦，你 battery 係掉。咪見你講，嚟甲我講就你故意告訴你個，點解你講過？我係記你講過，就是到底你warehouse 入邊嘅咯。你講你了類嘅，了你 warehouse 了個有一個到底到落去到一間 hotel，還是到落位到底鋪地入邊嘅位 ，heritage 入邊嘅位。下面路啊，叫7條路還是3條路、7條路？你是唔是有紅線啊？是咪？比薄薄是係咩嘅？是你麥當咗你麥，你清掉你 ear headset 麥。我以前有。係咪咩？something 啊？你麥啲嘅呢？OK， 當機咩？當機不有淡薄嘅減，你講我係是？我紅線啦。哦。我就我聽到比薄。我靠紅線。我靠紅線，我而家邊度學勁靠紅線？阿龍，你誒先潮鬼哦！暫時冇咯，暫時我冇聽到，冇感覺到有物件咯。特別你顧潮鬼咩？你顧潮鬼咩？顧潮本冇啦，有啦，硬講有啦，就冇大啦嘛。我知啊，我俾介紹一下啦。in the meantime，有個陣你 prepare 你買時，我帶你去 clubhouse 㗎 clubhouse 我哋嘅老鳥有事，歡迎有事。有時有開麥有時就啲 clubhouse 係開麥，開你麥一啲名，一把你個 join 呢，實是真會把你個 join 呢，10個嚟啊，嘿，歡迎，好不？真久冇看到你啊，幾那 at least 8 years I think，喲。有時嚟我有聽你 program，I never miss。哦 ，good。我聽乜物件，我問你就是，我會記你教我講過一個故事，就固定到我講過啦。特別我想會叫你講過個時候，我冇咪會記 details 啊。對，我有幾個故事本來我會記，這禮拜我會記咯，會記 remind 我講我係幾個故事啊。唔是我係幾個故事，我聽到幾個故事。你會記你講你嘅爸過身嘅事 ，then 伊唔知燒掉只係咪物件，到底有刀係咪？但是到底只多等於燒掉物件咧，伊叫你你實是就是成個佢你成個唔知係看到伊上面，你會記你記這個故事，你使講個一擺，我會記。你講嘅。OK， 本時我當叫我講嘅，本時一個 family 嘅物件。I better 咪講嘅人嘅 name 啦嚇。OK。So 這個是我 father he pass away heart attack 嘛，所以真係 sudden 嘛。Then so 我人唔知講伊老人燒物件到底倒落嘛。Then one day 也未出山過，好似也未出山過，然後伊就和我大漢嘅兒生，我大漢嘅兒生會聽會看到物件嘅。伊係是幾歲啊？伊好細啊！伊舊英本咗咯，maybe 伊大漢我想去做囡仔個 ，OK。伊而家有我而家有20幾歲啦，我本未記啊啦。at least 我有30歲10幾歲哈。Anyway， 所以就是伊幫着我 father 嗬，唔使幫着我 father 啦，講伊後邊係個女喎，到底係個有刀嘅一地啊。所以我 mother 樣去看啊，有影有刀嘅一地有淚你知哦，有一塔會抓住個了啊，喺啲邊角，然後個妹看伊嘅鎖匙啊，係去大陸啊，伊個曉妹喎，伊個曉甲伊講喎，然後伊到啲咧到頂卡位啊，係咧到頂卡接邊到頂卡本黏嘅條鎖匙到下邊你知哦，哇！所以我兒生會曉講去吹下，甲伊人講係你到啲地方。
哦，我所以是囡仔來呢，我唔想到講伊是大漢了。哦，我教英了本來好似呀。哦，哇 ，OK， 呀，所以我當佢咪講嘅呢，都是一個 family 啦哈。伊個個教英了，伊。in pros แล้วอีจุดชิวมาแล้วมาเป็นจุดบ่เสียงหลังแล้ว咯呀 anyway อีจะ講อีจุดตัวมาแล้วอีตัด就是บ่ว่าได้等人家了嘛你是講一間你 niece and brother 啦你 nephew 啦แล้ว是อีจุดแล้วชิวมาแล้วอีหลัง都บ่เสียงแล้ว嘛所以อี甲อีมาได้講啦อี講為驚個細漢我 EPF 裏我是未好路啦，因為我婆特別過意見嘛，呀，特別伊唔知講伊幾時會死 ，because 已經伊變咗白嚟人咧 ，because 伊 brain operation 咧就變咗冇常了嘛。Sometimes 會記 ，sometimes 未記。Anyway, one day 伊 pass away 啦，你知道？伊 pass away， and then伊 I think in between that。因為這個物件一死了，我人唔知 whatever happened between 伊人 family 嘛，呀，然後伊就甲我 niece 講啊，我伊小妹啦，係伊小妹啦，甲伊小妹困嘅時候，然後伊小妹聽到伊歌嘅聲，你知道啥叫伊講風啊，你看你意思啦，係啊，伊就係講伊歌嘅聲，所以伊咪甲伊講話就想起另個邊邊，你知道，伊個走嚟。啥人 left 個等佢 right 嘛，伊就佢 right 位，伊個再叫伊咯咋，叫伊阿鳳啊，可能咋，那時伊講了，伊講你甲媽媽講下，伊講我叫我某互媽媽淡薄累上幾十千可能物件啦，伊肯講咋，所以你什麼去管伊咯，咪甲伊講話咯咋，我你咪甲伊講，那時。The next day 後我 niece 就 phone 互姨媽咯，甲姨媽講哥哥嚟找我咯，甲我講這個物件咯。但是 not long after that 嗬，伊個某嗬拍電話互伊個娘咯，就係我 sister 啦，甲伊講我有物件愛互你啦，我唔係講人講我無 keep 我 promise 啊。You know，所以我 sister 就唔知講，伊講下咩物件，咧就講伊困幫着伊翁咯，講甲伊講伊係咧，伊 promise 互伊係咧 I think 50,000啦，你50千伊無好嘛，了是伊無講我互你啦，咪互人點樣講我無互你累，所以這個互你物件是無人知，是伊人兩翁某知嘅嘛，對唔對？那伊講你講過來去找我 sister 講下物件，所以過了無事了 ，COVID 啦嘛冚咯。所以 recent 嘅啦，即 recent 嘅啦。過兩年啊，是一年前可能before 啦，但是伊就教伊過了 COVID 咧，成日無保行咧嘛 ，COVID bank 冚啊，咪冚了，伊嘛未去 bank 做物件咯，嚇。但是伊真正困幫着伊個翁啊，遠看到伊都知哦，伊去教我指講嗰種。教我指講咧是伊個跌喎，條查某本時啊跌啊，伊唔是講唔係，maybe 伊成日講哎呀，我翁死啦，本唔要緊啊，無人知嘛。I think 我唔知啦，即係本別使怪人啦。但after that 時，伊就無去管咯 ，COVID 冚了 ，bank 冚了。所以伊嘛是知道阿爸 attitude 伊冇無去講起這物件，特別有幫着伊，翁講會點看到伊咯就無出聲。然後 COVID 開咗就 COVID 會使叫人會使開店了嘛。那時伊個真無去喎，那時吼，那伊個真幫着伊翁啊，等等幫着伊翁咧，伊做甲伊心亂咯就。但伊就去問翁講就 because 伊人真正相信問翁講嘅物件嘛，伊就去問翁講就，伊行就去咧翁講嘅位啊，迄個翁講嘅人甲伊講你免甲我講了啊，伊到佇你邊啊呢。伊講伊叫你做嘅物件哈，你通咩做 because 伊到佇你邊啊呢，甲伊講。伊方向啊對迄伊通咩叫我指出來嘅類嘅咁。所以這個物件可能唔相信，本來愛相信咯。哇，真係啊！伊大部件行下哦。伊未講互伊嘅物，甲了你特別有講互伊物淡薄嘅嚇啦。淡薄嗬，50千本未歹本了。咯，特別伊嘅
我唔是講伊daughter in law 無好啦 ，maybe 講伊無點聲，還是蝦米物件人唔知啦。伊部呢 urgent 啊，伊部呢 urgent 唔是講伊買貨，有可能自己生活自己 priority 係咪咧變做無去做到，特別是直直歡呼要緊，買好伊別記起啊。是啊，你個只物件嘛 ，because when my nephew 話掉時啊，學伊真正 trouble 本啊 ，because 伊無上來生一個囡仔了嘛。你知哦，所以伊本是互伊一個無食通課過日本咯，就可以啦。我部分去生日本咯嚇，特別有時啊，本個人本啊看到哎呦，迄個是類大波人一邊咧，哎呀，咱人無甲迄個人大人唔知啦，對，咱係講嘅呢物件嗬。是，咱人袂使講人對，人對，特別伊迄個故事啊，我是意思是講，即個物件會有發生啊，反咯。所以伊上個伊還是上個伊 pre surgery 嘅係一種嘅 condition 啊，伊 still 伊無上個伊換了伊你 after surgery 你講伊上個無上人去嘛，特別伊會到對來是上個頂到 before 伊 tumor 嘅事吼，伊好你講嘛，上個伊開刀了喲，伊都變另外一個人咧，變囡仔了。伊咪去長益啊，真正笨蛋，甲囡仔偷搶物件食啊，伊驚嘅物件本愛食啊，伊將搞發生地啊，安尼款咯，愛拍伊無啊，做一個無本地真順伊無嘅人咧，為了一個條碼做甲伊無半時本，去成本啊，去成。去成門就是咯，特別一人三個兄弟啊，佢咧會很多這個物件。哦呀，伊本會啦，你是講伊頂到本會？伊本會嚇，有一道我出來去Phuket佚佗咯，就係因為伊無事啦嘛，去Phuket佚佗。那是啊，嚇，伊嘛是甲我講，伊甲講迄個物件，伊會明白嘅是，伊會甲你講物件嘅啫。哦，還是已經是 after surgery 啦。after surgery 啊，伊本嚟講，因三個人咯，咱為你是紅咗。無看到參加伊，無了本嚟會 feel 到好幾大啫。哦，會記我甲你講，有一道講我講誒，喂，你來是我記 go online 甲你講會記哦。伊人伊真正一個數誒。喲，真係大家來做 clubhouse。特別你伊唔係嘛，伊講伊唔係，我講就見啊蛋白質咯。伊是唔係是伊成日講伊無愛成日食一個貴物件咧，還是伊買 online？伊買 online。哦，你記嚟 clubhouse 被看到邊咩？係啦 ，clubhouse 看到八卦啊。clubhouse 是講，我一來澳洲嘅時候，來佚佗嘅時啊。嚇！我個講個一個還是買，還是路愛等學。等陣時話我去看你有個轉有物件講啊，你留掉你 OK 啊，你留啊，你 stay 啊。OK，有好同叫我講聽 clubhouse 啊，就 happening 我同你講，你就是對，讓我看你未對到，你對邊啲學嘅啊，你對邊啲學嘅啊，就表示你我諗開房時有可能一對通知你 clubhouse 到底。哎呦，你就你路 online dating 啊，喂 online dating 嘅教互聯。哎呦，唔緊啦，實過做過啦，實過做過。budget 嚇。clubhouse 係贏啦 ，clubhouse 係贏起人哋路免開 camera 係咪有當時較方便啊？แล้วว่าหลังเพลง2 4 6 มีสิบุบุญทานขอบมา所以才參冇人寫你看啊你使對你使 follow 阿龍啊南西啊正嘅波金店啊佢แล้ว前面啲人啊菜店啊啲是just是菜店啊阿蕉啊 OK 當佢乜嘢有個轉你 set up 好時啊俾你到啲嘅 computer 特別有聲但你 mute 掉喎你 computer mute 掉嗰時冇聲你咪等陣你咪冇啊，你冇 mute 掉啊，你看你嘅 setting 嚇，你 setting 嘅位冇 options 誒，但 setting 嘅看你咪 input set 掉，看你嘅你就去settings，然後去看你嘅 microphone 是 set 到係咪？個聲嗰個講到話馬爾個聲，但係是用呢個 phone 嘅時，你睇 try 用 Bluetooth。你是用係咪？你 try 你比較好玩看有個轉，你是會等陣我放大聲就出嚟，讓去你去看到你嘅 settings 是唔是？
你 click 嘅時候，你會用下面，你會用你 Bluetooth headset 是唔是？你等於清掉是 Bluetooth headset 成啊？你看你已經有擺了啦，然後你 mic setting 嘅 microphone 已經是 set 去你 Bluetooth 嘅 headset 啦噃。別哦，少無聲個。伊無啊，無通驚呀！你無看到你 Bluetooth headset？冇聽到個，誒，你講下，你 Bluetooth 未擺個啦？別話，你看你 setting 是 microphone 嘅嚇，是出嚟咩物件？對，這邊啊 ，L，啊，嗰啲有 A，嗰啲 L，用嗰啲電話好啦。你咪是用電話講，會使啊用電話講，特別你唔係，你講話看看你聲明哦。Hello，聽到。誒，明啊？哦，你是到啲電話，你到啲電話出聲啦，嚇，會使。我係 computer，我係laptop 咪所笑嘅。啊 ，OK，貴，laptop 有貴。OK，嚟你講，你係拍壞哦。你係拍壞哦。我想到，你電話 horizontal。ตัวแจ็คแก่你用係咩風扇 I think you lock when the rotation lock 啊我用係咩風扇我用 Android 啊 Android 啊你搖到做得OK 咁我做咩見掉啊做咩見掉你即啊嚇 OK 啦你啦成個特別你是睇到這邊嘛OK 嚟 update one OK 我跟你講一個哦我入去是看到物件啦啊嗰陣時我住喺厝哦我係隔壁一個neighbor啦哦所以我喺厝嗰陣時我喺讀冊嘛所以讀冊嗰時下晡大概下晡3-4點鐘嘅時候所以車就泊喺我人嘅外口嗰邊然後就行入去所以我要行我行我車後尾我特別過人嘅門嘛所以我就看到伊個門就看到伊聽咯所以伊就有一個架桌頂然後伊後尾嘅沙發都看到伊個囡仔伊厝只一個三個囡仔細細漢嘅陣時然後伊發到就坐喺伊個狗仔面前看了伊人啦所以我陣時我就想我囡仔嘛我都無識甲讀冊嘛陣時我就講安尼免做工拜五免做工咧到厝咗我就係咁想住可能我就冇去插咁咪接觸咯然後拜六我其實拜六查起嘅時候我係晚到走落去學堂咯去學堂嘅時候我媽都同我講佢在昨晚佢俾 uncle 死啊然後我就講係咪熟悉嘅講看病嘛伊做 cancer 伊 stomach cancer relapse 啊，然後講個對嚟嚇，個對嚟，我就你講啊，我就想，真係我就想我講，你看到我就講，我講問我昨晚看到伊啊，我問佢看了，第時都看到我講下晡啊，我講無理由啊，我講你在我對厝嘅時，你幫我嘅時，我行落來嘅時，我就是看到伊坐喺廳位嘛，甲伊驚嘅咧，行嚟驚到處嘛。然後我嘛講，無講有人一插起就係 hospital 大 surgery room 啊，接 surgery 接櫃子就係，等於一上下是10點幾11點接啦，啊，得6-7點嘅可就 declare 啲嘅。我看到意思是3-4點嘅，係唔是？4點嘛，我講3-4點嘅。哇！你本冇去介紹，你是想講看到伊平常你uncle呢，佢 neighbor 可能啊？我會記得我講嘅咧，你後面免做工，所以你有隻 impression，講安怎呢做工嘅 time 佢到底處喺啊，譬如這裡是 operating room 嗰陣時就已經救了伊啊嘅。哇！แล้ว你มา你出來人有想講人講話因為我哋看 discourage 你啊是樣成個無講成個 discourage 你講你看到人係咪嘅？無伊人是
伊人是讲，某位视频上我伫用看到。所以伊人相信啊，伊人相信本啊，伊毋是成個有啲人爸母就接人講話，伊人就直頭 dismiss luôn嚇啦，伊無啦。我發到朋友講死啊！你講驚錯你驚去看先出軌哦。呀！你細喊得做，你細個少女啊，個少女按個10塊，我知道。我細漢時都看到一隻奇奇怪怪物件誒，然後大漢了就無了誒。哦。你細漢時明明咁看到我電腦厝一個裡嘛，然後垃圾嘅嘛，咯有時啊你困嘅時啊，我起來啊，就看到人嘅頭，咁樣布咧，咁成個我頭面咁樣啊，看到伊頭殼。佢看到伊頭，特別你看到伊看鬼，看到伊後邊頭殼。頭面，特別伊頭是成個普通嘅色㗎，還是成個白白嘅混煙嘅，你看到成張？你看到是？你邊個頭鏡嗰呢？哇！我冇你話畫下個列出嚟，人嚟啊！要而家變成個頭鏡呢啊！你啲物鏡嘅咧，哦，所以普通咧就普通嘅人入邊咧，係呐。呢就是人入邊咧。特別你看湯過，伊是成淡薄，almost 成有淡薄 slightly see through 嘅係。哦，我記得我看到嗰啲名嘅講唔係亂嚟困啊，你喺度頂佢困啊。你誒啦，你關事可能是成日看到你關事啊。OK，成日我係冇㗎啦。OK，咁實跟住你上邊某個物件咪你等日到對嚟先，我但係咪到對去 clubhouse 我咪 clubhouse 即係啊金蕉啊，但係金蕉對嚟啊嘛，金蕉你爸是唔是嚟啊？你爸對嚟嚇，金蕉。Kimberly， 我係爸嚟咧，特別我係爸無應。哦，你爸無應，你會使講啊？你使講，你聽過你爸係告訴啊 ？Maybe 我係使講一個，我頭睇伊告訴啊。你係咩？我頭睇伊個告訴。對，使你提你爸講，你提你爸講。OK。我爸後生時成暑假去甲伊朋友去 camp 啊，一個所在去佚佗啦。所以咱有去過檳城區嘅 bungalow stay 哦。得一間。對啊，佢哋 brothers bungalow。唔知講見過。出名brothers bungalow 對。唔知講有開可能。大啦，特別伊家嘅朋友我真唔知嘛，所以人話去嗰邊大，去嗰邊 camping 咯。所以人去嗰邊我亦知啦，得啦大波嘛，所以人行哇，去佚佗啊，阿妹本講啊，真正話本買困嘛，對無？所以人講大，嗰啲大聽啲困啊，有咧啲房間有咧啲聽啦。所以有一個朋友咧嗬，半暝時人講話講真話咧，半暝嗰啲困咧嘛，所以要去站班咯。半暝起來急上啊，去上班，所以嘛，慢一人安尼行去上班咯。所以開門嘅時候，伊開上班，伊無開火個，伊火到內邊嘅嘛，所以開門，安尼開門。然後伊開門嘅時候，伊看到迄個bathtub啊，有 bathtub 甲 shower 嘅嘛，所以看到 bathtub 迄邊有一粒圓圓嘅物件佇浮掉嘅，所以伊嘛穿晒咯。對，因為頭先我說，琴日冚到對門，我再走到對去困咧，唔加點得，又唔買房咧咯，佢燒起嘢啊，燒起嘢啊，無掉啦，所以大喊咁嘛，就早起唔加人講，你驚可能來叫伊還是啥物啊，都唔加伊大喊掉，咁嘛就早起嗬，伊甲伊朋友講伊去昨暝去上班看到一粒物件啊，帶啲鋪掉，所以伊朋友講，甲伊白白愛去看啦，看蝦米書咯。所以早起嘅時間咧，嘛車咯，咱用排隊看，對愛去後生咯。所以一個朋友啊，甲大大伊嘛去咯，去開門啊嗬，咱伊慢慢開看，嗰時大迄邊嗰一粒物件要啲鋪了迄邊哦。咱用慢慢，佢唔知愛接買接無。過後有一個朋友阿妹來咯，甲伊講，你啷做咩事？伊把路甲車呢，伊問伊做咩事？所以朋友講內邊有一個物件啦，伊會看到，所以對啦。then 佢哋朋友就講，你講佢哋內邊佢哋把汁鋪掉嘅時候，then 人講是咯，伊又唔知係咩嚟。then 朋友講哦無啦，昨暝
我買一個地瓜，我放到水內，然後再煮了無。我係了放幾暝會看袂出咩？時光我看袂出咩？無聊啊，所以講哦，這個是地瓜來啦，唔是鹹嘢，我笑笑嘅。所以朋友要了幾暝無通困哦。哎呦，了解。其實我是幾個講出來，starting 是幾個我本地嘅。伊試過搞咗，一列就喺那邊，你學見 podcast 係肥啊！搞，佢個數係講嘅，佢個數。美怪都是 communication 誒，之類啊嗱。無啦，俾我聽過，無安尼驚，伊知我驚幾個數嘛，所以講一個無安尼驚嘅，互我聽。特別有直接坐伊家己有本身你把係看到啦。未看到，但係伊會 feel 到，伊感覺sensitive啦。哦，有感覺到。伊感覺到。但伊話，是我感覺你看叫伊。你確定往這個當然把你個落嚟嘛，所以那是 the next hour 要應該講下，你再講講。你那是 ready 嘅時候，你買啊開冚就好你就往注意看啫。แล้วนี่สิตัวใส่กำลังกองอ่ะแล้วตองกิมโอเคว่าขีดตัวนี้จะเป็นนี่อาบ่หอเลย有時是家己嘅講喎，係咩嘢？哦，我家己講咗家己嘅，對，我家己嘅 ，Oh my God， 困住你先我對我講我家己對，我頂陣時就去喂翁嘅小弟。伊到底喂翁嘅小弟到底 clubhouse 到底話有名嘅伊小弟後生教英，所以伊就叫我到去等你教英咯。after wedding 呢時我到成日去 breakfast 拍殼咯 ，then。我都唔知講伊個小弟甲伊小弟寶本成個小講為成有小上是幾年是阿嬷嘛？你隻阿嬷隻借阿嬷，咱是當你成個講，哎呀，有冇插嘅啦，有冇上線幾年可能啦。有時伊甲我講一個事就是伊甲伊個寶兩人。養起咧，養隻 ghost store，唔知到底到落Georgia 邊嘅嗰隻 ghost store 啦。所以隻 ghost store 咪是養帶人去看伊部上嘅厝啊老厝咁咯。你就行去隻樓頂，你樓梯站一步咁去樓頂，伊是普通厝啦，伊想古普通厝，唔講成個吉利嘅上面本。就行，伊講伊嘅翁咧，喂，這就小弟，伊就到底後背。伊寶嘅後背，咧伊寶就到頭前行去，伊講行去一半時，伊會感覺到伊嘅後背一個人，這是伊寶甲我講，伊講我感覺到後背一個人嘅手殺伊啊，所以伊嘅 shoulder 個人，然後伊頭前，然後咧紅險行，安尼劈去頭前去了就，跳去頭前咧，伊想被搏咯，然後伊嘅 reaction 咧，就是想講伊紅 ，because 伊紅到底伊後背嘛，所以就變佢看。伊每種事都殺我，然後伊紅到面青咯，還是伊講我看到伊啊，伊講伊看到伊真成個一人嘅手到底伊嘅手，隻手柄嘅手都殺伊呢。特別伊是無當地，伊家己看到伊紅險家己撇去，然後伊變過來咪看做咩事伊殺伊。伊講真正 violent， 講真正大力伊受伊殺伊去樓梯嘅很。所以伊甲我講咯，然後佢一定要翕到幾聲，因為吹無對，我看到特別伊到底下邊上隻 area 時，伊講每翕到小英，有時候看到幾特別無看到就小英吹無。所以安尼是定住話到底喺嚟聽對嚟咯。所以阿嬷哈本時會感覺到可能幾樣物件咯。後尾就可能學幾殺。樣不是暑假啊，可能嗬。樣暑假，樣就是出去嗰時多啊。แล้วก็另外一個弟弟就是伊嘅，我冇介紹小英啦。所以伊嘅朋友，即個樣嘅 close friend 伊嘅喂即OK 伊名啦，即 Angela 不啦其實叫咩名三位記Angie 佢嘅朋友到啲 Chicago 來。
ยัง聽我講幾個事，講嗱嗱我好你看，我啊普吉嘛，哎呦死我接唔過來啊！喲，哇，今日有 omurice curry rice 啊！我好諗看我接唔過 sorry 啊，我 topic 啫。可能快掉。但係 music 估嘅 music 就被 stop 咗啊！嚇，冇啱。哇，個 omelette 加 rice 加 curry， 哇，個 char vegetables，Oh my God so good！ 喲，好聊。我要了。你唔係把那個食了啊？我切絲瓜，我切絲瓜。糊掉嘅絲瓜。係咯，糊掉。我阿未食過，我差不多要食了。OK， 我要了，我要去食咯，準備。OK， 你教我上門我使去食啊。OK， 所以咧，當今學但係咱講咩學？就你講嘛，咩當我當然你我嘅 camera 當今調走起啊，所以咱成學要個轉講成要個轉你使講啊？我俾問話啊，咱在 US 哦，咱會使去下咧 Warren 是 Occult Museum 去看啊？係咪 museum？ 講頭呀？你知，冇咧，你知下咧 Conjuring 嘅戲啊？我冇看 Conjuring 喎，希望唔使講咩。伊 Conjuring 哦，伊是 based on 下咧大波甲查某，攞咧是掠鬼嘅嘛。然後伊人真人嘅嘛，因是真 famous 嘅，在 US famous 嘅咧，因有家己嘅因厝哦，因等於都 museum 哦。basically 係咪垃圾面嘅，因夾啲嚟哦。哦，就係啦邊。呢度因厝邊啊。哦，使夾去拜啊！所以你冇夾去拜啦，因夾嚟。冇擺，燒掉咪可以讀嗬。有時 collection， 所以你使去看啊。就是講你看你戲啊，你係咪 Annabelle 嚟戲啊？係你多啊，都是多人吹啊。你使去看。是等到係咪是啲啊？你做大嗰啲，我唔知啊。我特別 research。呢是叫你細漢時當 Connecticut。OK。會啊，見咯。會美國當然會。East Coast。有啲講佢。Monroe。我同你講掉。你幾回去你個 start 冇呢個掉。大學嗰個 secondary school 嗰個，讀個招。你少掉啲咪看，假係 naturally 成個招嘅。鬼係看咩？個理啫，John。你看到時都會驚啦。驚，我看過，因為我見到大厝啊，人垃圾咩，所以有嗰啲物件係。然後就是冇啊！你都看到人隻烏影，你行，然後看到烏影，什麼人嘅理嘅，然後佢見啊嘛，問那家。你會把你 sibling 識有人看到？冇啊，看到冇啊，有人冇啦。你佢那厝只有一人嚟看到。我媽唔知咩數。因佢每人講是我媽換嘅啊，但係我是看到起個學單啊，就是掉咧。講下你嘛 ，That's why 你有冇 discourage you because 你冇 experience 數。Because 我嘅 family 是我嘅 father 拜人講嘅嘛，然後我嘅 family somehow rather 我嘅 family 唔是對掉，我嘅 father last time 到馬來西亞是，因為 family 是冇拜人講嘅。然後唔知是安怎去救伊我 grandmother 看病時，然後 doctor 講
doctor 嘅人冇物件啊，但我 father 就去，佢哋唔是我 grandmother， 佢哋是something like that 啦 ，one of them 啦。So 你說你拜嘛？我拜嘛，看病。แล้วอีตัวเจ้ากี้ยอยฟาเดอร์จังสิปุ่นสิจับกุยหวยนะละจับกูจับลาหวยงั้นเจ้ากี้สินเบียวคิดมวยอังกงว่าอีขี้อาไม่ใช่อังกงก็รู้ไม่ใช่ชูจู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มวยเนาะแล้วไอ้มวยเนาะเกี่ยวกับฟาเดอร์อะไรมวยเนาะ so ว่าฟาเดอร์ตัวไปตุ้งชูคิดเลี้ยว่าฟาว่ากันฟาเดอร์กูทีขี้อะไรอ่ะกูไม่สงสัยนั่งให้มีใจอ่ะแล้วแต่ว่าอีจิไลเนี่ยอีตัวจิตเขาเที่ยวตังอ่ะ奇怪嘅，因為安尼物件，因為安尼老嘅，還是講像個你厝問題啊，別人未使甲你問啊，比如講你特別家己來起嘅，就是你嘅厝嘛。So anyway，我嘅 family 就是講，你我人搬去我人嘅厝，就是講我講較幾條路，大間有家己嘅 resident 嘅幾個啊，แล้วเขาจำสิว่าฟาเดอร์ตัวมันจะเจ้ากุเชตัวตัวนี้สั่งสินคิดไปแล้วตัวคิดตัวเดียวก็ตัวก็ไม่รู้ตรงกี่โมตัวก็ตรงกี่โมเดี๋ยว so 如果你是香港你拜朋友會叫你去看書櫃喎你是講笑啦特別人知啦人知你會看到啦你拜朋友嘅人知講你會看到物件應該是伊家人講啦because細漢嘅時就看到真係奇怪怪嘅物件，我感覺我看到啲個哩啦，係查波啦。但到一出現喺我嘅厝嘅一邊咯是歹嘅咧，而家就是可能後面嘅 crush 掉啊嗰嗱，所以佢邊個是破嘅咧，都企喺啲邊嘅咯。所以一邊成個挪嘅咧呢？就是成個就แต่ไม่ใช่ว่าจะลงเรือนขนาดแต่พี่เกี่ยวบินเนี่ย會係咪叫啦白破一倍破破咁樣破破嗰就企喺嗰咯所以我喺咪啊我估知道我去幫上班嘅時就見嗰時就看到隻腳蹲咗嘢邊邊轉嘅那邊一句成故事看到都是一都是企喺嘢樓梯入邊哦我看到嘢後背樓梯就是看佢嘢特別伊是徛喺邊轉咯，然後佢拄好，我就是看到我咁樣搞嘅病。轉啊，你看成個 shiver 呢轉。伊就是按照講啊，跪了喺度轉咯。然後嗰陣時我就，你睇你做阿伯蚊嗰時做 flat 時，就是一條路嘅嘛。你去幫嗰時我去幫上班，我特別跪一條，然後我特別轉來嘅嘛。我成講嘅，都未有看到而家咁樣走到對厝啊，嗰時啱啱會而家上班去幫我講點樣去，你徛喺入面徛喺呢方面嘅姑娘死啦，佢冇人陪，我怪對起喎，佢冇睇到嗰陣時佢冇變到佢冇時講我電話先，徛喺入面徛嘅佢，因為看到，如果看到佢大邊個，然後都看到以後咧，都呢隻即是唔知是車還是習慣，但是我發到去多神廟嘛。我買到直頭拍電話伊咯，拍電話就去問咯，問啊，等陣下你明日蹲呢個口。嗰個對住教你馬講是唔是？是啦。我啲教你馬講，我叫我馬叫我馬出來嘛，你出嚟咧看啲無地啊。然後一度去問咯，一問咧是啊，一度講較隻物件咧是 actually 我人嘅。staff 嚟，我諗一個 staff 哦，就是 1 week ago 哦，一困嘅時喺度 taxi 嘅。所以意思講，佢隻物件就是伊有物件愛求啦，意思講愛求講伊死啊嘛，แล้ว伊無驚無工做，所以那我人都所以那我人都可以無咁樣做工字咯。哎呀，冇記。所以OK， 所以人講你冇人講是冇人講，特別你看到你係 engineer 呢，你係 engineer 是上邊嘅啲 staff。看到呢邊都是看唔到呢邊，都是看唔到呢邊，都是咁樣蹲了是頭是。特別是打波咧，你看到是。還是看唔出是打波就冇本係啊。冇等冇看就是一個咁樣蹲了就係邊咯，
真奇怪啦，咁呢？你聽，你想，你個字呢？零定個字，佢就你想在先。你看個來看你定到就好 memory。然後你講看到你面暖暖嚇，伊是你是到底到出來南邊看到，還是到到？他哋是到出來邊啦，but 啊，真係冇看一眼啦，冇講啊。你嗰陣時大下間厝時啊，真奇怪，我係 sister 想講阿妹看到我 sleepwalk 嘅。因為我 sleepwalk 啊，就是講我真係嗰啲就講咧，伊 sleepwalk 我唔是講普通嘅 sleepwalk 會行嘅我哋嘅陽光島下面哦，跪喺度嘅哦。耶，佢陽光島嘅頭前。我講我行嘅叫我陽光島面跪咗講話，講死啦，講差幾個我本來就。我是唔知佢哋名嘢啦，有時同我講嘅啦。啲當天應該冇啊啦。應該冇，你自己講多，是你個人多錯處。我教佢上呢度啊。所以冇講啦。OK， 你先等下講下面部想告訴我，我俾妹就是有時。OK。我假如講這個故事呢，是冇講正長嘅啦，just 淡薄爾 ，OK 啊 ？OK。OK， 所以我niece 甲伊翁來找我到啲Sydney 時喎，然後我人就去 Hunter Valley 啊，伊是一個玩嘅做玩嘅所在嚟啊，做酒嘅所在嚟，所以我就我先就 book 佢個。Airbnb 嗬，然後我人去這個厝是舊厝來，成個人到啲這個 farmers 呢款嘅 ranch 呢款嘅路仔喲，特別正水嘅啦。然後是我人就去到就勁棒勁咯，已經伊咧，我一人我嘛是凊彩咯嗬。到第二咩事喎？冇久呢嗬，我翁某困聽喎。然後困聽。然後我困聽了，我就問人，我困聽嘅人嚟就按照我翁某來 join 我，你就，然後問我做咩事人來困聽？伊講啊，尋日學幾袋啊？伊講你就，我講是咩？我翁某學幾袋？伊講嗱別穿開嘅，伊講，然後又見你講，我見咩佢再去改錢，你甲講就，我人就走去房間困啦。The next day 啊，伊人困，冇驚，伊人困死啊！然後就 the next day 哦。哇！我niece就甲食啦，伊手好咧真甲扣啊！扣甲伊手位啊！我每做咩處理手，因為嘛是可以扣咯，啊冇查甫啦。這是有看到幾個niece啊？哈，上一間你大漢嘅niece？細漢嘅伊個小妹，伊個小妹，是啊，伊講可以扣啊。伊人即個家庭也奇怪咋，伊個成個我niece同佢咪老咧，伊嘛有一個查某咯，嗬。伊查某是一個飛機啊，伊做飛機工嘅飛來飛去嘅啊。伊淡淡很少嘅去別個國家，淡很少嘅啊。伊接來一代嘅啦，我們會看到。伊很少嘅啊，伊真吉利嘅。伊講有時去教你學到，伊特別換房間嘅，安尼款咯，所以我故事是安尼真嚟嘅呢。好聽啊，我聽，耶。你講這你是到底Australia 是到底 Malaysia？到 Malaysia，所以你係到底 Malaysia 啦？我niece 我 sister 到 Malaysia 嘛，是我到啲澳洲，你看咯。係啊，我等你人來啊，甲我講故事嘅咋，講了我就袂當有人聽。就是咯。佢人家己講到刺激嘅，伊人講得真正刺激嘅，你聽了你驚啊，冇幾長。我愛你個人講佢嚟 Clubhouse 免看面嘅。看啦，伊3個月伊人有可能來啊，3個月是講我人嘅border open 啦，伊人就來啊。OK 啦，我是安尼借甲路人講叫咩啦哈，我別走嘅。OK， 拜拜。拜拜。感謝。Good night, everyone. 拜拜。拜拜。住兩個嚟講。大啦都。買小燈啦。咩咁大？我估你啊。
要2點鐘啊？冇啊，1點鐘4分鐘呀，嗰陣講過。哦，確定第四咧 topic 嗰陣 skip 啊。住個鬼告訴講。啲人就是要講鬼告訴，咱使起手起來，往床起來，大頂講告訴，你個經驗嘅，還是聽鬼告訴，咪使起來講講啫。Clubhouse 人哈，有往單條 Clubhouse 人起來講嘅時，特別就係講往時錄音啦。有到啲Google Meet 嘅 Google Meet 人。Google Meet 一間有個轉啲看到幾人咯，然後我們根本沒有個轉咯，有個轉，那是看到細漢時看到大，當佢哋 feel 到啦，是完全把起啊，當佢大漢了。我咪去注意啊啦，我咪去插秧啊啦。而且無插是無咩看到嘅。你都俾成日，特別有人冇插，因為是一米，因為是照。因為嚇，伊講呢誒，伊心是插嘅，人講呢，甚至人講呢，人是真正。一個 theory 哦，安怎有個人哦，人講你睇成個人講啦，你係你成個人講你係你 belief system 啊，你相信嗰鬼係你 mindset 啦，你都會看到伊啊，計有安尼款嘅物件嘛對哦。所以鬼嘛是頂多是人嚟嘛。人拜神啊，或者人講一個神靈啊，所以佢就走入邊拜人講一個無啊，人就走入邊個。所以鬼嘛是成個人啊，就是啲人啊 receptive 伊啊，但未講我未看到鬼，我相信鬼咪係鬼，咁咪去切伊咯。日本咯，特別有陣時，你看到嘅唔是鬼嚟嘛，對唔對？會人愛看到鬼。伊是知嚟冇用嘅嘛，就冇靈嘛。我明白你講咩？你講嘅是，較濟有咧是伊人 existence 我感覺到啊。有當時伊 existence 是講，唔是講會叫你做物件啥物本嘅，伊是會伊樣成個 exist 了就，成個伊成個人當然 exist 掉嚇，特別 exist 掉 happen that 你 wavelength cross 嘅時，你會看到伊人。但是有咧要叫你要為了成個講。要叫你做物件，可能物件呢？因為 of course 人會同啲女人是會同啲伊個 communicate 甲女嘅人，伊個會同啲女。所以有啲人會看到甲鬼會看到會本好嚇，特別伊人伊無相信鬼嘅人本好啦，你有聽過人講説嘛？伊無相信鬼特別真係呢？特別一直來 communicate 嘅喎 ，because 伊 wavelength 會看到，但係講到底伊嘅 spectrum 啦，伊會看到路咋，所以伊會看到路啊，咪是走嚟個講咯，伊唔是講要調啲邊去追路，有時會看到一樣上路咪上 wavelength 啦，應該看到嘛，所以若是 coexist 啲上隻 spectrum 嚟講下，伊咪是來追路個講話。但係英國中都冇出到啲 spectrum 都被看到伊，唔是講買經驗咋，唔是講看到英國中啊即買，佢只間冇相信買冇 ，maybe 伊冇伊根本冇 exist 上 wavelength 嘅伊就知哦。所以有看到嘅人，就是冇 show up as an option 啊，冇看到嘅人，對鬼，我是感覺到可能你講 theory。成個一人有咗嘢啊，個 Apple， 佢冇 FaceTime。特別對 FaceTime 啊，開 FaceTime 啊，耶！我當然有啊。FaceTime 咪使到啲嚇，所以白刀要估下，你冇白刀應該當那是 FaceTime 嘅時候，伊個 FaceTime 嘅 link 嘅時候，應該當咩出現到啲估嘢啊？特別慢慢你看到鬼啊！特別英國當時伊是無相信鬼上面，特別伊有啥奇奇怪怪 story 上個 ，because 你身邊冇有只嚇，英國當你身邊有只有相信鬼人嘛，所以變做你聽嘅故事啊，係咪叫你聽 ，even 都無相信，嚇，對，嚇你講有相信鬼嘅嘛？你講下。我冇啦，我冇故事，咁了我嘅故事我就講個導給你聽了。我聽過，想看過別個故事。冇咧啦。你嘅阿媽朋友有鬼哦？阿媽嘅人較無安尼搞白心，成個人等人安尼啦。
伊人本事，伊人若是本事有经验本啊，伊人确实是无讲路听啊 ，because 伊人嘅方式啊，是伊人较笑人相信鬼嘅，伊人較 rational 嘅，所以伊人較堅持咪講伊人嘅奇怪嘅故事。講路聽人嘅笑嘅呢？是我就講路聽有一個我真正好朋友。伊個 partner 過身嘅時，伊去卡伊人別個朋友啦，別個朋友佇別個鋪講互伊聽，伊個朋友Tony，伊講Tony死了啦，Tony死佇路棍頭，然後伊朋友起哄啊，伊講，後尾輸價位別搞別講笑，安尼款嘅物件。安尼看物件，你袂使講笑，安尼你真係無好笑，你知無？我巴魯拄到你佇伊個街路邊有病，到你我講我甲伊巴魯爾，你個要講安尼看，你講伊死安尼看，你會喙安尼衰啊，係咪？第死到你就死了，到你第死你就困擾了。一朋友拄到伊啲啊！你安怎去 rationalize 你家己你聽嚟翻講是？唔知啦，無就啲意思拄到別人，唔知啊，我未 rationalize 啊。So 你unexplained 嘅 situation 啦。我知有真正一項物件，有人經驗真正一奇怪物件，你未解釋嘅 ，OK？你免 try 解釋。特別如若是你講是鬼呢，迄個是你跳個真正會了咯。啊？你未解釋物件了，唔是 proof that 有 supernatural 嘅物件了，伊是家己你無夠嘅 facts 呢，你未 explain it 呢。對唔啦？都當你使講，人被 explain 物件，因為都無相信鬼，咪使講故事嘅，像英國中呢。你英國中我會記，英國中無相信鬼人特別第一，係咪聲嚟邊？就是唔是喎。你是有個準嘅，有個準。你有了啊？你mute 啫，你冇講話事 ，please。英國中講第一件故事嘅，因為都無相信鬼，就是。你嗰個博咁啲頭毛，我聽到啲麥克風掃你明。掉頭毛冇你聽了。我聽到啲麥克風掃了你，就頭毛。英國中第一件故事是伊個朋友，善夫嘅嚇，是經厝位嚇，是帶你爸。那都去也是對。嚇！房間樓頂嘅。我朋友捌帶我去看下你厝了啊。我捌駛過下你厝，我無入去啊，人是駛過呢。伊講下你厝啦，伊講，是伊個辛苦嘅厝。有路擺去啊？你都未解釋。高嘅驚，係我第驚咯。對，我們成日我 agree，成係告訴是真驚。不如講，你講佢就當 in case。嗱，當然就係新嘅新交嘅人啊，未必冇聽到你告訴你細個 revisit 你告訴就。這個朋友我是伊是新婦來，是韓教嘅新婦，然後伊睇下伊退休了啊，伊搬 from Oxford 伊去 Brighton 了啊，特別喺嚟點聲，你若是做安尼款嘅工啊，有嘅兜你就別兜卡手，你嘅朋友嘅，你嘅朋友是別個是你啲別個韓教堂，若是去 holiday 啊，若是破病啊，若是係咪你都要做伊個 service， 你去伊個韓教堂了去講伊個 service 啊，所以有一道我嘅朋友就要去即個別個鋪去即個別個神父嘅韓教堂去鬥卡手伊，了唔是鬥卡手伊啊 ，actually 我想伊是 guest preacher，so actually 伊個迄個神父本身都好病，所以伊去好病嘅時，伊大規名啦，大啲伊個 vicarage，即邊呢，vicarage 係神父樓，你是一間厝是可以神父大。做即個韓教堂嘅神父，調啲伊個韓教堂有即個厝好大嘅咯，所以伊個厝是叫即個 vicarage。所以伊要去大隻 vicarage 是古即
啲英國啊，嗱真係攰啊，真係真係攰就是啦。所以伊教嘅事啊，伊嘅似乎大啲，伊嘅 vicarage 無地，所以伊行去，伊行哇，伊嘅 vicarage 時，伊看到啲嘅樓頂，第一樓嘅窗啊，有一個囡仔囝，啲搖手嚟，嚇，了伊嘅囡仔囝穿一個裙了，有攬一個teddy bear。啲有趣，所以想講這個是，伊就在這個神父是 actually 教人特別伊冇死了嘅啦，所以伊想講哦，這個是伊驚啊，是啥物唔知啦。哦，就是特別伊是 Catholic 嘅 priest 哦。冇，這是Church of England 嘅。OK，that's why 講，伊唔是，伊有可能有驚本啊。Church of England 有 vicarage 嘛。所以，了伊教到伊嘅每個厝嘅每時，伊看到一個伊嘅神父寫互伊一個 message 講，sorry 我無佇，我特別去伊嘅教堂，伊即個門開，你入去，你嘅房間是第一樓，係咪啦？正厝邊啦，係咪？你 make yourself at home，我對嚟就問下久了，所以即去厝時。伊厝空空，伊聽伊講，伊是別人嘅厝，伊哋咪去鎖咯。特別伊聽要聽有囡仔嘅聲，有聽有別人有大人講伊嘅囝嘅聲，我無聲最貴啊，無聲最貴。所以伊都無想講蝦米啊？伊就想講maybe 伊嘅囡仔去困了啊 ，maybe 伊嘅。nanny 啊是係咪本時去困了啊是去房間無來講 hello a bit rude but it's okay 啦，冇係咪問題啊。所以上面嗰時伊嘅神父對嚟講did you find everything you need 你出係咪你好事無？然後抹在 sermon 你特別講是baru。15分鐘啦，係咪？看你物件啦，所以講你，然後你嘅房間有好事無？交日熱無？你heating 你有大啦，係咪無？然後人食暗食是幾點？誒，即平常嘅物件就是了啦。然後所以伊邊會講，你係早我困去了是無？但意思有話講，係咪早我？我講嘅波都無見啊！人我係波試是人阿妹，人阿妹伊阿妹成驚，所以睇下我無驚，所以伊看伊啊，我朋友就奇怪淡薄嚟講。哎呀，佢後面每一個了啦，佢後面咩？所以做一個無講佢聽，我教嘅時我看到一個囡仔，啲堂啊上面看，我做一伊講，我咪 bring up the subject 了 ，because 這裡是slightly sensitive 嘅 issue，然後我本身唔捌這個人，個真正我無真正親嘅這個人，所以我咪 cause a problem，所以無講咪，所以。阿妹個了平常個了伊人看 TV 了去困，伊困了嘛就是Sunday，伊困起來時，啲伊門窗嘅靠邊伊有吹彈一個 teddy bear。Oh my god！ teddy bear。嚇！伊吹彈一個 teddy bear，伊was sure嚇，喺你房間冇 teddy bear，伊困時冇 teddy bear，特別伊困起來時。啲伊嘅門窗嘅靠邊有一個 teddy bear。刺激咯！and then 佢告訴我，只驚咯，你只驚，哎呦，我那時講，哎呀，那時我看到你好，我很少開 live 到啲 clubhouse 講這個數。喂，台灣有一個 episode 是叫 Teddy 龜嘛？哦，是係一出 episode，maybe 是。是出來應該是。啊，可以嘅，誒，我講聽南西等等 rerun 你去放嗰啲舊 episode 嚟啊，所以我諗 clubhouse 上時，我唔知講有discuss 係咩啊，特別有上有放嘅 rerun episode 嘅。
จะชูบี Clubhouse เราน่ะสิโบ Clubhouse ก็ใช้คีย์เป็นใน Hokkien.com 嘅網頁แล้วคีย์係เป็น看安怎去參加正去เป็นใน Hokkien.com 網頁正 Clubhouse 了啊แต่正 Clubhouse 對第一 Clubhouse 嚟去正參加即 join Clubhouse download app 學 Apple iPhone ไม่ใช่ Google ไม่ใช่แล้วมากูฮะเป็นนั่ง Hokkien romanization lesson ก็ถึงตอนที่ Clubhouse 做แล้วสักกี่เที่ยง log in 嘅แล้ว就เป็น嘅มันOK so 咱 before 咱看大事看一人個有啥新人起來咧新人到啲 Clubhouse 是唔是新人起來 Roger 啊有 Roger แล้วก็เหี่ยวก็嚇 Roger 咧 Roger 你講你幾個數 Roger actually 我就係講 actually 我係嗰數已經是20幾年啦because 係 schoolmate best friend 你電話是唔是係真會你世界較近你會吹嘅聲聲會呢你講會你用 Bluetooth 係啥你有咩冇聽到當然當然明啊OK 即係是我 best friend 啊我 best friend because 伊20幾歲before 21歲是伊到 KL 弄車死了so 我到邊呢嘛我本唔睇咯 so 我做 restaurant 呢 then 我 classmate 來隨我講這裡伊名是叫蕭嘅啦然蕭講蕭等於弄車死咗哎呦我嘛講我冇送到伊嘛 so 我嘛講我講又見到對太平啊過去拜伊咯 so after this 兩三年時我嗰時困嘅時半困半醒嘅時伊就來啊除咗然後蕭誒你叫我蕭誒喂好啊然後蕭誒好啊女啊然後我想你是蕭咗我乜都好女好我個出嚟做工嘅乜都好女我小四人做好女我就是四人做所以在師啊啦還是你叫你是你在師啊在其實我在師啦有時做夢你未想物件嘛所以我到夢裏邊我想到講我這間死了喲來人會安怎死嘅講你是安怎死嘅對人間呢無怎死啊死到你歹看我都無死到你歹看因我夾對眼啦你落去看啊我到夢我驚我佢有驚唔係佢有驚你係講咪看我也是人邊唔我女啊我下OK 我對太平我個小學咯你看冇啦所以我考我嘛講伊安怎講我嘛講我對人小女可以咯然後我搞個 girlfriend 對太平咁樣小可以小人啦小學女啊即係你是 first part 咯第二part 我去 after 我到邊度做工嘛然後我到嘅兩個月我到新加坡做工嘅你朋友等陣 sorry 你朋友攞車是到底帶朋友攞到 KL 攞車OK 然後到去新加坡做工啊伊個嚟到個一直來呢都不聽佢學幾名就是你看那一直來呢間呢嚟間呢會做工無教我講係我背間你管嚟隨路then after that 我講我冇講半行啦你嚟隨我嚟佚佗你講咯我個記伊個 dream 是一個真係貴嘅伊大家過來本真係貴嘅一個像啊貴世界真係貴嘅對啦所以嚟隨我所以伊也一個間呢色啊古尼地嚇古尼地那邊啲個老是鳥出來嘅then 伊叫我開門我開門了那邊個老是喵個了嘅所以講你開門我點隻入去看安怎你諗下我間小嘅我開門點入去然後就聽到真係字伊喵出啊啲你看所以我間就笑 after 就冇啦然後第三禮拜嘅個攞3個月啦伊個嚟隨我伊個伊
一般是嚟，咁樣攰，咁樣你一到嚟一穿一穿，等下你背技術嘅衫 uniform 嘅了。所以真係水，actually 真係緣投嘅人嘅。伊係咪個咯？伊厝有鐳，伊真係緣投，真係教讀冊 ，sport 真係好，教了真係好嘅。咁嚟除話伊穿 uniform，伊嚟想背技術嘅 uniform 嚟，咁講講，樣誒，小嘅快走啦。哦，冇所謂，樣嗱，我俾轉票了，俾轉嚟了，樣嚟走啦。我妹，冇所謂，走你先。樣鐳冇了，冇鐳咪走咯。講家呢，我好咯，你借鐳其實落嘅了。你個間朋友，我係 classmate 接嚟個，佢哋梗係搏膠啦，我輸嘅了，佢冇鐳咯。你搏膠，你哋笑。你講梗係走啦，我係走啦。你講嘅啦，佢走就走咯。咁好勁咯，家家40幾年冇嚟啊。哇！所以你一時 over 就照顧下，但係你講第三刀嘅時候吧，20幾日你看嘛，然後佢第一刀是照顧，頭一擺來是照顧，頭一擺來是頭一擺來了個照顧一個來第二擺，2-3禮拜就來啊。OK，怪接本啊，所以你 overall 是差唔多㗎3幾日，你看呢？你看得意？大概半年。半年 OK。半年。即係你成日冇事冇帶你忘掉伊啊，一度嚟甲你講完可能特別忘掉嘅時，你已經知講伊是幾時呢啦。我特過忘掉伊嘅時，本是半困半醒你講呢。我特嗰陣時半困半醒。50-50咁樣。你嗰一告訴你我告訴咯。所我到太平嘅嘛，我問佢啦，到太平做生意嘅嘛。所以邊年讀冊 ，after 邊年讀冊了，我對厝下晡了，所以下晡冇人嚟厝。厝冇人嘅咯，所以厝冇人嘅，我對厝嘛困咯，所以我房間嘛，我入去困咯。然後你半瞓半醒嘅時候，有人開門，一陣開門看，你講？掩咗啫。掩咗啫。嗰個冚門都對，所以我 feel 到啦，我講，哎呀，我執小嘢啊，啲做喺厝啊，嘛冚門。你講，所以 because he 當時我 because 我個是你知你大樹葉，7月，大樹葉我個拔掉頭伊是啲頭杯是竹你羅竹啊。也對係學曬你講咯。我講是 maybe 是佢哋大樹葉嚟 check 下，都是係問啊，你講。哇！有你我妹妹，但係你告訴女朋友嘅。你上面是女朋友，你講你人嚟佚佗，假如有時係你去啊，你所在嗰啲貴貴嘅。貴貴，嗰啲貴貴。了，你開下面，你夾一個下面有鳥厝，鳥厝，有鳥厝開下面門掂落去。呢隻自己房間嚇。像一個房間啊，嗰隻鳥㗎啦。安尼啊。垃圾是攞落橋真係招嘅，見啦。伊特別除了是拄着本事成日有特別 mischief 嘅呢，就你照你去佚佗做你唔三事物嘅，是唔是？我人讀你回想學堂嘅嘛，學過嘅了。所以我人鬼嚟。你一個係咪物件嚟嘅？嚟你人去落佚佗。佢哋唔知哦，是規世界㗎啦，是貴白白㗎啦。了羅家你是讀K 嘟，還是讀神嘟？車票誒。車票啊！太平蘭。車係銀歐嘅啦，我是神嘟啦，你是神嘟。OK， 神嘟學堂本正濟告訴嘅，你冇告訴咩？
你我冇 personally 啦，冇聽過啦。嚇，聽過未？聽過嚇，聽過係咪講？因為即個我等前啊，前啊成講自己最出名，成都最出名。嚇，第一隻人在最出名。名是這裡是講這裡隔的咯。because 人我嘅等是應該是有100幾年半年啦。所以超過咗咯。所以伊嘅隔有講，但是講阿妹啊，個就等佢12點啊，有人拍籃球啊，你看兩三個囡仔拍籃球，對，我知道你話那個人拍籃球，所以嘛講，喂，人還來嘛，喂，咁樣做，咁你話個咪對，所以兩三個囡仔看到伊啦，伊就走入我人嘅 ，because 伊個 basketball field、basketball court 邊啊，都是我人嘅伊個 hall 咧咋。我人嘅 hall 嚟，佢哋 hall 咯，所以就見落曬見啦，就走入去 hall，你得開門啦，等衝入去 hall 裏邊冇地嘅啦，所以個 MC 攞禮拜。哇！看病。走入去 assembly hall 嚟嗰個。對。OK， 應該唔是走入去，是走 through 啊。走騰入去，冇開門啊！伊講冇開門。一條通過。羅姐，反正你個上學個後面，反正佢起來話錄音時，佢起來甲我講過啦。OK。有我想是香港喎，香港幾個是不講香港。就你嚟細聲。細聲，伊有講嘅，特別細聲。我覺得check 者你會聲咪先。你用係咪？嚇，依聲就細聲。你用咩？你用你 iPhone 你 Android 嚟嚇？你 headset 頭嘅。頭。OK 嚇。呀。只是我頭到第這裡第一個 episode 我個嚟參加了的。嚇。然後我。第一聽啦，然後我個個男仔拍拖咯，然後佢又我，你是當個到底 clubhouse 啊？6點正 clubhouse 啊？balloon 啊，當今啊 balloon 啊，6點正嘅嚇，應該唔不再 join 下 live 嘅，一件只是頭先。等夏威夷。because 我看戲啊，隻阿媽佢又我未困，我個。OK 咯，我個 join 咯。有。然後人頭就 topic 我個冇講係咪聽我拍講嘢啦。然後佢又我個困去4點幾困去，我4點幾我係4點幾啊，我定咁7點啊，我6點幾請。我困2點鐘啦，我困2點鐘，然後我請我個男仔講，嘿，我把路。我困了嘅時，我做吧，我看到路就我看到男仔，我看到路本就。你 back channel 以後，嚇？你 back channel message 啊？你 clubhouse OK， 你看到我，你看到男仔。嚇！我看到路，我看到男仔，แล้ว我個join 了，我啲位幫位，我個 join 了變成學見。特別咧是啲 open air 之類，成個巴當嘅你看。然後佢邊有隻坐刀頂，有人坐了，單講邊嚟學嘅。你看到成個是 physical 嚟 clubhouse 嚟去，咪就有些人就等於坐掉呢。然後講幾個數咯就，話名啲 open air 講幾個數就，然後男仔佢叫我講，啲網友講。佢講，然後我個驚個袂死咯就，我是驚愛去大講咯就，成個 public speaking 咯，我驚個袂死了，我個驚個愛教我講嘅時，我個袂記去就，我個請去。呀，應該一程掉喺你。because 我程掉拍你 headphone。
哦，你直直有聽做棒嘅呢啦，我做棒，我是有人做棒，聽啊做棒。誒，或者細碗或者咱開咱就搭病去病卡呢，咱搭到啲個大，就搭啲大頂嘅，咱那是講幾個數咯。因為第咱頭一排咱個 VIP 咯，然後個有人愛起來大頂，人就會病起來講話啦，喺度啲啲，即是 clubhouse。這個你都就你 open air。Padangนะสอบปา Padang 會講幾個數 Good idea Good idea Actually 你講阿無人無講幾個數，伊人去 camping 嘅時咪自然。Good story campfire Good story 㗎啦嗬。係咯。調本啊調本啊。如果你講阿 John，你講係你 brother-in-law 啊 sister-in-law 啊。yeah sister-in-law。叫實嘅啊。伊人講咗只下邊啊，收費位，真正安尼款嘅 ，especially 呢係你 plantation 啊，係你客戶係你有類人嘅厝啊，伊人 hire， 伊人咪是 hire 啦，伊人有 slave 啊，嚇，真正 violent 嘅 history 嘅，所以有捌聽過，對，收費位，伊是就是我講實意，但我話點解冇講到個伊 friend 嘅 Chicago 嘅 friend 嘅小英，伊 friend 嘅 Chicago 嘅 friend 嘅小英是到啲伊是到啲 New Orleans 嘅嘢，所以我看到伊學我看小英啦，然後有冇時去個 store， 有冇時間聽幾個數嘛，所以有冇時去個 store 咧，個 store 咧樣去到隻 area 時講 OK， 啷個啷翕小英翕 ，go ahead and just snap around 啦，然後到短期時啷個看到係咩物件。樣叫樣 encourage 人，所以 hip 咯。然後對其實，伊有一個幫，伊幫怪大咧，伊唔是成個講啦，夾可以幫，伊是成個，你只阿毛嚇，伊關起來，可能使一件厝鏡咧。然後伊看到伊翕小影嘅時候，有一粒成個 orb 啊，啥物，像白點嘅可能。然後幾那點有白點，特別一點。伊看到誒，伊成個只，好冇成個伊有成個點誒，佢所以伊誒網有成個頭前成個有四幾條，你知係一張 column 啊，關嘅咧 Roman column 咧，頭前位有一個查某，我看到啦，伊成個煙咧，伊成白誒，看你 image 冇看到啫，嚇隻หุ่น咧，特別我係看到誒就是伊一個查某，甲一個查某。伊打波穿一 top hat， 了伊個查甫是上個國家伊卡穿有 muscle 嘅就胖嘅嚟管嘅呢，了讓老人到啲個口徛到啲下邊，使只 post 了到啲頭前嘅呢，了國家係啥？了伊我看你成個講咧，即對英國中嘅 theory，就是有可能是。伊個 lighting effect 是 somehow 啦，伊個 light and shadow， 但係 at the same time 白點嘅效應嚇，伊俾翕幾粒點嘛，有你看到哦，係你上一個幫冇咋，伊是 just a matter of few seconds 啦，咪翕到，佢一點是有看到只一個夾波呢，睇到，伊個 definition is clear enough， you see， see， 我知道。邊個去看到我邊個就小英是我教我紅，特別邊個翕嘅是我人教英嘅小英算咗我教英小英，因為 wedding invitation 用嘅啊，但係你依教我其實成個人係 post 咧，係自己下嘅。我講過幾我看到伊咧，其實上個我人嘅 post 呢，我 post 一個人企到頭前，一個人企到伊頭後尾係咯。So 伊就是安尼咯，特別我會看到伊個 composition， 我會看到伊個 top hat 嘅 shape， 伊 slightly 會變，特別伊薄薄布布嘅呢。嚇，但你 make out 伊個 profile 啦，是成個較高增嘅呢，可能是會啥咯。So 我拍攝我改部咪識啦，我嘅時候我尖入面就想，哎呦，未必會識嘅，想係話報上人看嗬。特別我個拍攝冇 miss 啦，爸爸你個白煙然後就去 wedding 把你個丟掉咯，唔揀咯。但係呢咯嚇 ，so 有咯少。有啊 ，New Orleans 都在伊幫，個了是 above ground 嘅，因為伊人愛飲水嘅樹。哦，
no wonder ยังขี้เนี่ยจิเก่ง嘅呢 because 是冇帶到啲托卡會哦 because 一磅一注意嚇注意嚇所以一磅嘅咧 above ground 嘅 OK 咁 before 咱冚大嘅時應該點樣食咩那食咩我食巴骨嘅哟哇巴骨爹啊看看他好講翻喎零氣食巴骨爹哇！到到這時間講嘅，我 lunch time 我 lunch time 是 dinner time， 我食過喺度食啦。啊，嗱有 breakfast。哇！個巴骨個要炸粿。哇！要炸粿。好食啊！攞那是到啲邊啲福建嘅聽講，那是你聽 recording 嘅，那是你俾看英國中嘅巴骨爹，使佢去 YouTube.com。我住喺冰箱呀，真係可能安尼呀無聊嘅，可能巴骨嘅。แล้วก็ยูกรุ๊ป Clubhouse 嘅會欄，那是會看小英來使去 youtube.com/邊個嘅，你知唔知我真係估啊？我 always 同人講，你哋會去 youtube.com/邊個嘅 podcast。Actually 面嘅 long try 下，成個是 youtube.com/邊個嘅就去搞啊，知唔知？我 always 就講去 YouTube 一個嚟 search。哦，攏帶你 URL 看，你帶你 URL 看，邊個啊？我知，特別你看 YouTube，你去，你先俾人講，就去得落嘅時候，你使去 youtube.com/邊個福建，你看佢去到我係邊個福建嘅 page。Then somebody test， 到嘅啫。到嘅。我看 on TV， 所以我未 test。到嘅你 test 看。到啲 web browser 呀，你去邊個福建唔是，你去 youtube.com/邊個福建，佢係去到邊個福建嘅 YouTube page。youtube.com/ 邊個福建。但是嚟講就是好啊，我係見你 set up YouTube 嘅 page 是啊，然後你係拍 youtube.com/ 邊個福建 podcast 就會這個字等下呀。我做咩事？我同你講做咩事？我頭隻股上講是邊個福建 podcast， 因為我未去。back to 邊個福建？哦 ，OK 是下本啊，老邊本下啦。所以頂到嘅時做咩事？頂到我要做，你在到啲 YouTube 嘅事，即係 boring 能嘅啦，特別叫我同人講實諗朋友嘅啦。啊，頂到我做 YouTube 嘅時 ，sign up 我 YouTube 嘅 channel 嘅時，一人就講。你對使，而且你過一節情嘅 subscriber 啦，你對使係你嘅你叫咩啊 ？vanity URL 咯，domain 咯，所以我就係邊個福建，依個講我啲邊個福建我啲地根咧，我講哎呀四人面邊個福建地根咧，然後我咪是製做邊個福建 podcast 咯，so all this while 你這年來我哋想講就會帶邊個福建 podcast，但 actually 面咧 maybe 聽到邊個福建即個 URL 嚇已經。冇人冇用 active account 冚嘅上面啊！是你 sign up 你未記起，是想一個人。冇可能嘅咯。I don't think so 啦 ，I don't think so because 你特別 start 隻 channel 啦，你係 sign up， 你係 request 嘢。係啦 ，maybe 你 sign up 啦，特別你未記起。特別。然後你個 sign up again。Maybe 特別 enjoy 嘅 link 內 account 咧，當佢 eventual link 嘅，點解講講 unavailable 喎？But anyhow, because you already 嘅嘛，應該是 B 嘛，把路 A 去嘛。我唔知就是個 B 啊，好像 A 去。But anyhow，我 because 因為有可能，哎呀我唔知啦。But anyhow，當今就只情況，所以嗱是會去 YouTube.com 咧嚇。.com/ 邊個福建都對去掉啦，免拍 podcast 啊，耶！拍 podcast 未去，冇拍 podcast 未去啊！感謝各位聽眾，即係禮拜真歡喜到人嚟尋教人講幾個數字真好聽啊！大家冇面啊，講啊點幾正氣啊，點正四十幾分正氣啊！แล้ว希望讓八島佢哋對嚟尋教我人學過，感謝這邊。我比隻股部對嚟啊，就歡喜佢哋錄我比，แล้วก็英國中啦，到嘅有個轉，拜拜，แล้วก็之前冇錄過嚟 ，Nicholas，Hello， 錄佢告訴講哦，錄過，我一見錄，我講陣，啊，做，你幾時冇錄，但係你幾年冇錄過嚟？我冇錄個早就嚟了，我。
我冇碌特乜隻 email 就看到有一個 invitation。哦，OK。伊做你阿姑要，我把伊是你幾歲啊？你見你嚟檳城，阿咪唔知咩 heritage， 阿咪唔知你。係你 Upper Penang Road。Upper Penang Road 是你嚟讀啊？你幾歲啦？是你10幾歲啦？嚇是14啊 ！Oh my god！ 我做我感覺梗老咗咯，同佢。I think 是 first batch 啊，我。對，แล้ว如果你朋友就傾過啊？有，伊人個有聽啦，伊人 on and off 有。哦，你走起來你有幾個是講哦？有一個啦，就是我聽。伊是第 close encounter 了啦，我actually我是冇必小心嘅，比我自家聽啫物件，自家聽了。So 伊是。阿怎講咧？第時 start 起咧，伊是一個 funeral 嘅位。哦 ，OK， 伊是一個close relative 啦，pass away 了。So one of the night， 我就坐喺嗰邊受抓。OK， together。這咩事啦？這咩事？OK，actually 伊是我係 mother-in-law 啦。我 mother-in-law，so 我咪 recently 咯。今年。So 我是坐了喺嗰邊受抓 ，and then。我頭前咧是我哋攞嚟企嘅，都白白小咗啦。依條 backing 依後邊 facing 是 garden， 所以只係 CBD 嘅出嚟，所以我就計講話咯，講話了。我冇咩白氣 ，because 依本是一個，佢真係興意人燒企嘅，and then 啲企嘅搬過來，一般冇講解嘛得咯，我就食，but 是一個孝順啊，你搬過來借條。So 我哋會搭到位啊，搭車啊，你話拍確呢？有紅險停電，冇電器，冇電器，佢哋 funeral area。So we feel 到遲啦，somewhat。But then 我冇去笑啊，你這部 continue 繼續話 handphone 你攞出嚟半開起來 ，just continue 笑。And then 依條直接變過去後尾哦。陰啫。啱住，我是無關。I thought 伊是看到有物件行過 ，because 後尾是伊個 garden 是會使行嘅，人行去 toilet 是用佢哋 garden 行去嘅，so will not pass by 佢哋掛菜位。So 我冇去關咯。And then 伊條行起來，伊條行去 garden 嘅位，伊去看了。And then feel 啲厝嘅邊咧，就一堆人喺一邊 soft 掉佢停電嘅物件，伊去喺電燒嘅位喺一邊修理，看來看去，所以我本冇愛看入去裏邊啊。because 我啲 focus 掉我小抓嘅物件。then 伊就行對來，企就行對來講，伊講後尾有人。所以我第一個佢哋 reaction 是我介笑啦，後尾人。我本緊張咧，我本時我個人本是真正緊張，真緊張。所以伊就講，你過來甲我白白看嘢。我直頭是ignore，我係講下面人無人啦，人去 toilet， 後尾人是行落去 toilet 是無人嘅。是真正佢哋 feeling 幾歲啊？幾歲？伊個18歲。哦，少年個 ，OK， 少年。So 我是 totally 是shut it off 啦，我是唔係過去啦，我 totally 是唔係過去。裏邊and then 個我嘅 cousin 啊，搬過來就講，就陪我啦，伊就陪我，阿必須，我面半病氣啊嘛，我面半病氣。我就講，伊講後尾有人，我就講，แล้ว我嘅 cousin 就講，伊帶咗我 shoulder 叫我。Don't do anything lah, don't do anything. And then another boku a few minutes later 開到隊來了。So 人佢冇講阿咪物件 ，but 我伊嘅面是到隊是本是病氣啦，伊是面車氣啊，你睇物件。So that night 過了阿暝半暝，人半隊了，我有問都是看到阿咪物件喺後尾。伊本But after that，伊本 OK 咗咩 ？Everything back to normal 咧。伊直接老師講，有一個影企喺後尾，學影。我唔笑啦，我 because 在一邊逼啊，
愛做伊 atmosphere 真正，咪做㗎你嗰啲啊，咪做 dance 嚇嗰個嘅，咪做 dance 我講冇啦，後尾拍沙啦，係咪啦？然後伊只實到你是講，伊是看到full body 特別冇面嘅。你應該去看啊！我有去看，daytime 我嘛去看。但扎機啊個機，有路看到還是冇？冇，後尾我唔知，我 OK 後尾就是一個 laundry area。OK， 有白紗，有蚵殼 ，because 像個 funeral，這邊請多下是白紗嘅，是蚵殼，有這個物件 ，maybe 看到誒像個人but 伊真正說到伊本真正 open 你甲我講阿咩3點了，如果話不是大啲係經厝本，伊本甲我講這個物件，這我啲是我伊是無驚啦，特別下你 moment 伊是驚一下了，過後伊就無驚了。這個是家己厝，還是大下咧擺嘅厝，變到好嘛？伊嘅厝內嚇，唔是家己嘅厝內，家己厝 ，OK， 家己厝啊，家己厝 ，OK， 家己嘅厝啊。I see。如果這是我第年嘅。人會 feel 到我遲幾個人魔鬼場，佢哋魔鬼場嘅 moment 就是 this time only。如果other time 冇我未 feel 到啊，阿蒙蒙嘅騎路啊，我冇把山嘅遲幾個。我未記你嘅邊啲學嘅畫面係什麼咯？定到呢個？唔係講了是你學過我係佢咋？我第三我未讀，你叫我煎地龜。煎地龜，我知你說你名是什麼呀？叫你煎地龜，我未記啊。我本唔知，我就是攞啲 Skype 我未錄，我邊煎地龜，我本冇去就 OK 啊。下面就係隻係數，maybe 我都想食地龜。你頭一擺學邊啊？你輸嘅？我就係見啦啦，14歲呢。掉學噶，書本咧。我是其實特別我細漢時我就甲伊講話了，唔知是到底到咯 Skype 吧，人 Skype 講話什麼？定到你細漢時聽嘅是 ，then 特別你車股啊夾起來，我拄到你頭一擺是特啲迄個Upper Penang Road 嘅 festival 是。對，我家姐聽嘛。After that 時我聽到你 10th anniversary 時都去哦。我去過，E-Gate 你冇去過。OK，E-Gate แล้ว你เป็นในแปะ嚇，即係เป็นแปะ要轉。我記。哇！你看人做囡仔做大人去啊，當劍。哇，係咯。14歲聽啊，當劍20幾歲，你係30歲喂。教演啊，29嚇，嗰陣頭一課嚇，你看啦，教演啊，做大人啊，啊那喲，哇，真感謝。是家嘅 band 獎啊？你是講High Storm 嚇？差唔多，然後你帶咪日本嚇，差唔多呢帶。因為囡仔嘛 ，because 就係講佢俾你學嘅 explicit 嘛，所以就俾叫人之間食嘅啦，走去除掉嘅啦。唔是因人攞圈呀？了，個有獎嘅。有啦，就係見啲朋友，譬如隻 friend 伊有同電話個 recently 因為我 website 冇好試一個，佢要 help 我 with my website 嘛 ，because 現在我 website 未 load 嘅時候，了伊 help 我OK， 感謝真歡喜看到你喎。了你那是拜倒有閒嘅時候，尋問佢啊，那是你無愛困過。安怎你嗰邊有日頭誒？你落到咯？我多房間。無安怎你外口窗啊 blinds 外口有花誒？我下回。我想你是唔是喺馬來西亞應該是暗咧嘛？還是你做啲外國而家看到外口窗啊有花？哇！啊，即係點當啫？你 blinds 跌啫？會變色嘅，會變色看到。我想找阿 Key 啊，你同佢。我成日錄又唔可能，錄唔係變色。OK， 感謝阿陳地貴，那時講我接嚟，而且話啲是係咩？東屋
啊，同學，咱講定當學生嘅朋友，咁啦 gathering 啊，你 high school reunion 嚟看唔見 ？OK， 所以頭先講嘅一邊先，幾個數講嘅一邊先啊，感謝當收聽，禮拜咧，兩個在多嚟收聽往新嘅話題，當今邊嚟學見就講嘅一邊先啊，特別講嘅無物件講嘅係古嘅啦，禮拜叫bằng quăng lại lưỡi tặng ô， 要唔請個等可以請唔咯？呢度 Australia 嘛，I think 會啦，啲群有個東西。會啦，4點呢。啊，4點特別就揸車，未必看，未必可能拼嘅看。OK， 感謝各位聽眾，下個禮拜再見，拜拜，拜。哎呀，死人啦！等陣我做過一道，我特別未記開喂即係 talk over 個氣聲，冇搞大聲，唔是一個喂，即係點聲冇搞大聲咧。到底 YouTube 下邊嘅人咧，當然是頂一禮拜無看咧，到底這邊會訂了，這邊嘅訂就是去訂看訂聽 subscribe 了，一啲 T-shirt 嘅 link 俾 T-shirt，感謝，拜拜。等我看看我係 stop 喂，你又知道。